朕不相信你会嫁给朱慈轩，朕也接受不了你嫁给朱慈轩。朕第二把赌的就是等你见到朕之后，你是否愿意跟朕走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输了。未必吧。朕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朕，就像朕忘不了你一样。一得到你要成亲的消息，朕就六神无主了。朕不会让你嫁给朱慈轩的，朕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朕的身边。好，慢点，这往放。怎么了？太子，义父，诸位师傅，我跟欢妹的婚事取消了。什么？从今往后，你们要互敬互爱，相互帮助，以后光复我大明，就要靠你们了。这个给你，我们和好吧？朱哥哥，你也吃啊？你吃吧，我不喜欢吃。给，来，一会儿妹妹。朱哥哥，虽然你放我走了，可你心里肯定是希望我留下来的。我就这么走了，你一定会很难过。天下这么大，我该往哪里去呢？一欢啊一欢，你既然和龙小弟是永远不可能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他呢？一心一意地对待你的朱哥哥。不，我做不到。你没有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？也许你可以慢慢忘了你的龙小弟，慢慢爱上你的朱哥哥。太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欢儿任性，难道你也不明事理吗？我这就去追他，我就不相信，我拼着性命不要，却换不来他的回心转意。义父，你不要去追易欢了，他夜里就走了，你追不上的。而且，我也不想你再拿自己的性命去逼迫欢妹跟我成亲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们就放欢妹一条生路，让欢妹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。太子，如果他回到紫禁城找到了康熙，难道你也不后悔吗？我相信欢妹不会去找康熙。如果她真的去找了，我也不后悔，我会祝福她的。太子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身负国仇家恨的重任，你居然将先帝给你定下的太子妃拱手让给康熙那个狗皇帝，你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置于何地？你将我们这帮誓死追随你、誓死效忠大明的臣子置于何地呀？义父，诸位师傅，我不仅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也是你们的弟子，朱明联盟的成员。我违背了盟约，愿意接受盟规处置。
知你犯了哪条盟约，该当受何处置？弟子知道。不遵师命，鞭责20；私放联盟成员脱离联盟，鞭责40。弟子2罪并罚，鞭责60。请义父遵守盟规，立即执行吧。联盟执法弟子何在？在。大师父，大师兄虽然私放一欢，犯了盟规，可他毕竟是大明的太子，不是寻常联盟弟子，当有豁免权。还望大师父收回成命，饶过太子这一回吧。求大师父收回成命，饶了大师兄吧。你们不必为我求情，正因为我是太子，更应该以身作则，坚守盟规。更何况我是明知故犯，如果义父和诸位师父不惩罚我，以后还如何管理好联盟？那就请联盟执法弟子执行责罚吧。驾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晋王，你看是不是略施责罚就可以了，不用鞭责60这么多。24、25、26。太子要以身维护盟规的威严，维护他自己的声望，我们应该成全他。33、34、35、36。住手！太子，太子，你身体强健，武功又在诸弟子之上，怎么受此小小的鞭刑就会吐血呢？大师父，太子昨晚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其实已经吐了很多血。如果不是弟子及时出手相救，恐怕太子这回已经没命了。你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四师父，是我不让叶师弟说的，你不要怪他。晋王，太子确实是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受了内伤，责罚就到此为止吧。是啊，晋王。莫生，你先扶太子回去休息吧。义父，快起来。还有24鞭没有打，请继续吧。太子，你已经身受内伤，我看这责罚就暂且记下吧。我这点小伤不碍事，再多养几日便能恢复过来。如果因此减免了对我的刑罚，以后还何以复仇？还何以与大家一起光复大明？我撑得住，请继续吧。只有这样，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点。继续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朱哥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不该回来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朱哥哥，你不是想我回来吗？我现在回来了呀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我没有怜悯你。我是心甘情愿回来的。
真的？真的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那你真的放下康熙了吗？主哥哥，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慢慢忘了龙小弟，行吗？好，我不勉强你。对不起了，龙小弟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好好的对你的3宫6院七煞而飞吧。而我要忘了你，我要一心一意的对待我的朱哥哥。皇上，黑狐的飞鸽传书。传所图。这。太子，你练功走火入魔，受了内伤，现在又受了不轻的外伤，在你伤好之前，最好不要动用真气跟他人交手，不然你这个伤势会缠绵不愈啊。徒儿明白。靖王，皇儿已经回来了，那他跟太子的婚事还照常举行吗？今天本就是定好的大喜日子，太子虽然受了伤，但是却行动无碍。我看婚礼还是继续举行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太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欢妹，你不会改变主意了吧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的身体不碍事，既然你能回来，就是最好的灵药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今天就给太子和奕欢完婚。好，可是这吉时已过了呀。哎，不要紧的，择时不如撞时。既然奕欢他能够迷途知返，及时赶回来，这就是最大的吉事。至于吉时嘛，自然就是顺其自然。咱们大家都赶快动手，把大厅重新布置一下。好吧，只怕最快也要等到晚上才能举行婚礼了。晚上就晚上吧，给他们拜堂之后，刚好就让他们进洞房。欢妹，你如果真的后悔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，一切听从师父跟爹的安排吧。
兄。倾城，原来是你啊！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。这是我亲手编的同心结，算是我送给你和小师妹的新婚贺礼吧。希望你们能够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我愿在风中为你挣扎，请不要割断我的牵挂，这是我仅存的思念啊。如果前路铺满雪花，我也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全心全意爱你、珍惜你的人。等幸福在发芽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甜蜜还来不及淹没痛苦，你选择躲在我的回忆里祝福，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起了雾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甜蜜还来不及淹没痛苦，我选择拒绝解开心里爱的毒，你却只能聊聊我的无助。大师兄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没有勇气看着你与小师妹成亲。我祝你们幸福。等幸福在发芽。还是咱们这大明的服饰好哈！瞧太子穿上这身喜服，可比平时英武潇洒多了，哪像这清朝的服饰，穿着浑身不自在。太子真精神，可说呢，好久没这么大喜事了。太子，你的伤不碍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义父不必担心。那就好。太子呀，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身上的伤啊，也许就不药而愈了。啊！太子，你叫错了，你马上就要跟奕欢成亲了，你还在叫晋王义父，应该叫爹。这也算对对对，是啊，爹。欢儿怎么没来呢？啊！哎呀，这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化一化妆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肯出门。倩影正在给她梳洗打扮呢。这样吧，我去催催她，就说咱们的新郎官等急了。我们家欢儿好美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，可千万别让新郎等太久。樊姐姐，等你出嫁的那一天，到时候我也为你梳妆吧。我这辈子怕是会和雪姐姐一样，都不会再嫁人了。
我和雪姐姐心中的那个人，怕是都是不可能。可我们既然不能跟心中认定的那个人在一起，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再嫁给别人。樊姐姐，姻缘二字是这世上最难说的了。我们会遇到有情无缘的人，可有些人却是命中注定。我跟你其实是一样的，在我心里的那个人，我跟他注定是不可能，所以我们是有情无缘。可我跟朱哥哥呢，就是命中注定。好了，既然你决定放下心中那个人，决定要嫁给大师兄了，那就不要再去想他了。不然的话，不仅会伤了大师兄，还会伤了大家的心，更会伤了你自己的心。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欢儿，你这身打扮可真漂亮。倩影，你要准备好了，就快把新娘子带过去，赶紧拜堂成亲，新郎都等急了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娘，我们马上就好。快点啊，快点，欢儿。我不想盖这个盖头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哪有新娘子不盖盖头的呀？乖。等一下，这是谁放的孔明灯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别看了，小师妹，大伙都等着呢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雪姐姐啊？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她，劝劝她吧？毕竟我出嫁，她也该陪陪我啊。好。那我去叫他，也劝劝他，把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放下。那你可在这乖乖等我啊。不好了，徐姐姐不见了。啊？不见了？哎，小师妹呢？新娘子也不见了，叶欢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刚刚给她打扮完，在扶她来拜堂的路上，小师妹突然想起雪姐姐不见了，让我去找雪姐姐。结果我这雪姐姐没找着，回来路上小师妹也不见了，我还以为她自己来大厅了呢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成亲啊？大师兄，刚刚小师妹就是在这儿等我的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雪姐姐也不见了，他们该不会是被人给掳走了吧？不可能！以倾城的武功跟易欢的轻功，没有人可以不动声息地把他们给掳走。大家都四处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雪倾城和易欢，真是奇怪，他们能去哪儿了呢？倾城这孩子有些心事，咱们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心里自然都明白。他大概是没有勇气看到太子和易欢成亲，所以便不辞而别了。可是欢儿又去哪儿了呢？他不会又逃婚了吧？可是这次是他自己回来的，他还说已经想明白了。忘记康熙一心一意对太子。我觉得这次欢儿是下定决心要回来跟太子成亲的，只怕是临时又动摇了，又没法面对太子和我等师长，所以便不辞而别。
老大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这穿的是明朝的新娘服吧？真美。你看到了，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。你这么着急来见我，是想当面祝福我呢，还是想趁机把明珠谷的人一网打尽呢？都不是。小弟是毒瘾发作，想和老大赌2把。我还要回去拜堂呢，没时间跟你赌。赌的不是骰子，赌的是心。第1把，朕放一盏孔明灯，赌你能不能看见。若是你没有看见，或者是你看见了不来，那朕就输了。幸好你看见了，而且你孤身来见朕，就说明朕赢了。不，你输了。我孤身来并不是想见你，而是想告诉你，我要嫁人了。如果你还念着一点我们之前的旧情的话，就请你别打扰我今天的洞房花烛之夜，也别派你的兵来追杀我们。朕若是要派兵追杀你们的话，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。朕不相信你会嫁给朱思轩，朕也接受不了你嫁给朱思轩。朕第2把赌的就是等你见到朕之后，你是否愿意跟朕走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输了。未必吧。朕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朕，就像朕忘不了你一样。一得到你要成亲的消息，朕就六神无主了。朕不会让你嫁给朱慈轩的，朕也不会让你再离开朕的身边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成亲了？因为你我是同月同日生，又是结拜兄弟，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啊。你别骗我了，我跟你只是同月同日生，可我跟朱哥哥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我跟他的缘分不比你强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我们谷里还有你的奸细？老大，不对，欢儿，复明是不会成功的。你与其等着做什么朱明的太子妃，不如做我大清的皇妃。你虽是汉女，但是朕可以给你抬一个旗级。你虽然当不了皇后，却能得到朕的专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大了，你也不再是我的龙小弟了。我们两个结拜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时兴起的玩笑，而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梦。如今梦醒了，我们都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我根本就不想要你的什么专注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吧，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别再口是心非了，朕不相信你的心里没有朕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在成亲之夜偷偷的跑出来见朕？你快走吧！你现在再不走的话，被我爹跟师傅看到了，你可就完了。你看看，你还是那么关心朕。今夜你不跟朕走的话，朕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你简直就是个无赖！你现在拿下一个真龙天子，拿下一个九五之尊啊！真龙天子、九五之尊，那是对别人而言。在你的面前，以前朕是你的龙小弟，以后朕是你的男人。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你打吧，你打死朕吧！你要么打死朕，要么跟朕走。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
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发过誓，我心里不能再想你了。如果我再想你的话，那我就一辈子吃糠咽菜，穿粗布麻衣，变成一个丑女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发了这么毒的誓了，那唯一的解毒办法就只有以毒攻毒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会杀陆小弟的。可你也答应过我，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一心一意对我。欢梅，其实你昨夜走了，就不该回来，不该给我希望，又马上让我绝望，不该把我最幸福的一刻变成最耻辱、最伤痛的时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朱哥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你别杀他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拜堂成亲。她不能回去跟你拜堂成亲，她要是嫁给你的话，那就是对这位无情，对你不忠，更是对她自己不仁。玄烨，你不要为难一个女孩子，你有种来，可否有种跟我决斗？论武功，朕远非你的对手，但你我的身份又不是江湖的寻常莽夫，怎可以武定输赢？若你我争的是天下，自然不该以武论输赢。但现在，我们争的是一个女人，则你我的身份，不过是世间一寻常男子。爱新觉罗玄烨，拔剑吧！我就站在这里不动，只用一双肉掌与你交手。你若能逼得我双脚动一下，就算你胜，我和易欢的婚事取消，你带他离开。你若是败了，我也放你一次，让你离开。我带易欢回去继续我们的婚礼。是男人，就接受这次挑战，否则滚回你的紫禁城，做你的八面威风的皇帝。但是，你再也没有资格以寻常男人的身份来跟我抢易欢。好，那朕就接受你的挑战，与你决斗。你疯了吗？你肯定打不过朱哥哥的，你快走啊！儿，自8岁起，朕就只能是一个皇帝。但是朕现在想任性一回，做一回世俗男子，去真真正正的跟朱慈轩来一个决斗。若是输了，朕也绝不后悔。朱哥哥，三师傅说你这几天都不能与别人交手的。康熙都应战了，难道我还怯战不成？欢梅，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决斗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朱哥哥，玄烨，动手吧。陆小弟，朱哥。玄烨，你现在明白了，做皇帝，你或许比我强，但做男人，你永远比不上。所以，你还是认输吧。朕绝不认输。
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千万别杀了龙小弟！朱哥哥，龙小弟，千万不要杀害我的朱哥哥！朱子轩认输了。 他已经输了，你跟朕走吧。不，他是因为我逃了婚，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。他私下放了我，犯了蒙规，所以受了鞭刑60下。现在和你决斗，又加重了伤疾，否则在平时，纵使有10个你也打不过我朱哥哥的。朱慈轩身受重伤，还要跟朕决斗。 如此意气用事，怎么能成就大事？那你呢？孤身一人前来寻我，难道不是意气用事吗？婉儿，朕不是意气用事。出来吧！皇上。 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，婉儿。朕想做你的男人，但是朕更是大清的皇帝，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意气用事。倒是朱思轩，明明受了重伤，却还只把心思用在你我2人之上。他过来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林中有埋伏。那你现在想干嘛？你想杀了我朱哥哥吗？婉儿。 朕不想骗你，你和朱慈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你今天不跟朕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慈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有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你若是跟朕回去了，那朕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。 你这是在逼我！这就是在逼你！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玉。 易欢，大师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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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去。这是师傅们发的信后弹。不行，我不能带大师兄回去。
兄，你醒了。你醒了，大师兄。怎么样了，大师兄？好点了吗？倾城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大师兄，你昏迷了3天3夜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你昏迷前是不是跟人交手了？你忘了三师父的嘱咐，在你伤好之前不能交手，不然你的伤会缠绵不愈的。欢梅呢？欢梅现在不在这儿，师父们在找你，还发出了信号弹。我没有把你带回去，因为我怀疑咱们明珠谷可能有内奸，所以康熙才会这么快就……我不想知道内奸是谁，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，我只想知道欢梅去哪儿了。大师兄，他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？大师兄，你别这么激动啊！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跟康熙回宫了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太激动啊！那天我打算永远离开你们，可是我离开山庄没有多久，我发现天空中有孔明灯，我就猜到是康熙去找奕欢了，就悄悄跟了去。结果我看见奕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跟康熙走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子羞辱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哭出来了，心里就会好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！龙小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永远不会杀他们的，你不能出尔反尔啊！不是朕要杀他们，是你们的奸细把他们出卖给太皇太后，是太皇太后执意要杀他们，朕也是迫不得已。行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师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做了个噩梦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现在是不是很恨我？以为我无情无义的抛下了你，跟着康熙走了呢？你和朱思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思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只要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若是你跟朕回去了，那就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。这就是在逼你，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朱哥哥，我没有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。我一来是为了救你，二来是为了查清龙小弟为什么能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们明珠谷是不是还有奸细？你能原谅我？
么东西？这人怎么穿这样？哎呦，这不前朝服饰吗？真是少见。哎呀，你看看他穿的什么衣服呀？又一个喝多的，你看看。是。行啊，拿酒来。客官，你这都喝了一晚上了，还能再喝吗？你还有钱再喝吗？连你也看不起我，你以为我没钱吗？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客官，只要您觉得小店的酒好，您随便喝啊。倒下去。啊！哎呦，你看这人胆儿真大呀！竟然敢穿前朝的服饰。对，你看还穿着新郎服呢。哎，咱们走，走。哎，来，你们说这人会不会是乱打啊？哎，要真是乱打，岂敢穿着前朝服饰公然上酒楼来招摇？我看不是哪个戏班的戏子，就是个疯子。对，有道理。哎，我看他可不像是疯子。你看他那副伤心欲绝的样子啊！你说他既然穿了新郎的服饰，他不去洞房花烛夜，跑来这酒楼干什么呀？对，我看呐，一定是新娘嫌他不中用，将他赶出去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说不定是这新娘子别有所爱，逃婚去了。那这个男人岂不成了一个大乌龟？王八！给我滚！他说什么？给我滚！哎呦喂！敢让大爷滚，爷现在让你滚，你滚！呀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撤！快撤！是你呀！
有酒，有酒，我的酒呢？哎，我的酒呢？花梅，你回来了。大师兄，你醒了。花梅，你怎么叫我大师兄了？你不是最喜欢叫我猪哥哥吗？好，既然你喜欢，那我就叫你猪哥哥。猪哥哥，我们成亲吧。我们先和解，再成礼。成亲，好。可是师傅们不在啊。成亲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师傅们在不在，不要紧的。好，我们成亲，我们成亲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真的好开心，好欢喜啊！猪哥哥，我也是。怎么是你啊？是我，当然是我。大师兄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我愿意做你的新娘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不，你别这样，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大师兄，你别再想着小师妹了，小师妹已经跟着康熙走了，她的心里眼里只有康熙皇帝，没有你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！我就要说，我要让你清醒过来。大师兄，我不能看着你这么折磨自己。难道你不明白？小师妹一直把你当成亲哥哥看，他真正爱的人不是你，是那个康熙皇帝。他们爱的有多深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？
他们两个一定也会成亲，没准现在也在洞房花烛夜。大师兄，你醒醒吧！不会，我们不会骗我的，不会这么对我。大师兄，这是真的。倾城亲眼所见，他们一起走了。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。一直真爱你的人是倾城我呀。这么多年，倾城一直默默地爱着你。我理解你，我懂你的心。大师兄，就让我嫁给你，做你的新娘，一辈子和你在一起，关心你，爱护你。皇上本来跟哀家说的好好的，只是为了收服人心，才暂时呢放了朱思权等人。怎么就斗起来了呢？这若不是朱思权此前先受了重伤，那皇上岂不是危险了吗？太皇太后都不用担心，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奴才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，一发现有什么情况不对，他们会立马冲出来保护皇上的。你还有脸说呀？啊，如此大事你都不来向哀家禀报啊？你还不加以劝阻啊？就这么由着？皇上任性啊！太皇太后，您真是委屈奴才了。这皇上为了怕奴才走漏风声，一直都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。再说了，皇上的脾气您是了解的，那哪是奴才能劝得住的呀？皇上啊，他原来可不是这个样子，都是这个李欢呐，把他蛊惑成这个样子。现在最可虑的是，皇上居然把这个李易欢又接回宫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呀，亏你还是6宫之主呢，你居然如此无用啊你！皇祖母，妾身也劝过皇上，可皇上每次听了以后抬脚就走，也不管妾身这面子上是过得去还是过不去。从此以后，也再也不来这坤宁宫了。妾身到哪里再去劝皇上？罢了，刚才哀家是把话说重了，这也怨不得你。皇上啊，他亲政以后，大权在握呀，但是在这个事上还得靠哀家亲自去把关呢。刘嬷嬷，奴才在。带上几个人，去把这个曾经的笔墨侍书给我叫到慈宁宫来。这太皇太后啊，您要见着李易欢，那奴才也不方便待在这儿了，奴才就先告退了。万一要是传到皇上那儿，皇上会怪奴才多嘴的。你也去吧，以后再有什么事情，还得要你及时向哀家禀报啊。这皇上真的身边不能缺少像你这样的忠心耿耿、不怕给皇上纠错的人呐。多谢太皇太后，奴才告退了。奴才告退。哎呦，这个李玉欢呐，居然还敢回来，真把这紫禁城当成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有这么随便的吗？
是淑姑娘，太皇太后懿旨，宣您去慈宁宫问话。这个老太婆宣我前去，一定是想杀我，我可不能这样傻乎乎的去送死。好呀，我正好也想向她老人家请安呢。是淑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不好，是淑姑娘肚子疼，得赶紧传太医。是淑姑娘，你这病发的也太巧了。太皇太后刚一传诏，你就病了。刘嬷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这突然就肚子特别疼。你呀，就别在我面前耍这些小把戏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刚进宫的时候，不知使了多少花样想要糊弄我呀！哼，怎么着？今天故伎重演，我可是不会再上你的当。你们两个听好了，今天他就是真的病了，抬也给我抬到慈宁宫去。这大胆！奴婢给皇上请安，皇上吉祥。传太医，这刘嬷嬷，你的胆子很大呀，居然敢对世淑姑娘如此无礼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是太皇太后，她要宣世淑姑娘去慈宁宫的，请皇上恕罪啊！好了，你去回禀太皇太后，就是世淑姑娘病了，等她病情好转了，朕再陪着她去给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请安。是。走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相公，别这么叫我，别这么叫我，我求求你别这么叫我。我们已经成亲了，我不叫你相公叫什么？你还应该叫我娘子呢。我的头好痛，头好痛。昨天晚上就是一场梦，昨天晚上就是一个梦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昨晚不是梦，昨晚都是真的。我们行过礼，入过洞房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呀。我竟然背叛了小师妹，我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她啊？还有什么资格去爱她？相公，你没有背叛她，是她先背叛了你。她逃了你的婚，跟着康熙走了。她带给你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。她现在已经是康熙的女人了，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不。